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学的是4个特殊元音当中的最后一个。这个元音真的很难的，比第2个可能还要难一点。那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字。这个字普通话念 o， 它是一个双元音，一个 u， 一个 u 连起来 o。但是这个音在上海话里面呢，它是一个音，没有双元音，只是一个。那念什么呢？也不是元唇的，它念的是好，那如果要喜欢看国际音标的朋友呢，就是这个这个音在普通话里没有的，在英语里边发音也不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是很多新上海人或者说一些就是想学上海话人的一个语音的障碍。障碍在哪里呢？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个 o， 你就不由自主的会把口型收圆，变成了 o。但是上海人发这个音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这么念。好，这个音呢很滑稽的，这是一个上海话当中的表示起哄的声音。阿拉赢了，伊拉死他了。好，那跟刚才我们上一次上课说的这个呢，它有一点不同。这个呢，上海话就是表示好的，侬起好吧，侬来好吧，就可以了，说那么说到这个音呢，就是伊拉死他了，今早不要上课了。小孩子看到不要上课最高兴了，所以他就是这一种起哄的声音。那么这个呢，大家看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凡是普通话当中带 o 韵的这个字，上海话全部都念那如果是欧洲呢，就是欧洲。各位一定要注意口型不要收圆，如果读成了欧洲就怪了。上海人口型是扁的，欧洲好，我们看看第一个词语，手头，手上没钱，手头没钞票，手头上有的拿出来，手上有的拿出来，手头这个是手头，口型看一看，手头这个词呢是后来，好，那这个来就是用的后来，口型都是同样的，后来我起了，那如果是后门呢？后门，所以你有的时候，如果你是在上海生活的，你会听到公交车上说请从后门下车，请从后门下车，后门后来，这个音读后。好，这个词是周游，普通话念周，上海话念后面这个游呢是游，
游，周游，周游世界，周游世界，周游世界。伊欢喜周游世界，欢喜喜欢。上海话这个欢喜喜欢是倒装的，周游世界，周游，周游，周游。好，这个词念绣花，一朵花的花，上海话念花，花，绣，绣，普通话念绣，上海话是绣，绣花，绣花。好，我们现在看看一个词语，一个句子叫绣花枕头一包草，绣花枕头一包草，知道不知道它的含义呢？我们把它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绣花枕头一包草。绣花枕头一包草，就是说这个人外在很好的，实际上内在没东西的。绣花枕头一包草了，侬可以长得好看，长得好看，长得好看，生得好看，侬可以长得好看，绣花枕头一包草，侬不要做绣花枕头一包草，侬不要做绣花枕头一包草。好，绣花，绣花这个字读花，不要读绣花，绣花这个字上海话读花，花。好，这个词是念秋天，秋，秋，秋天，秋天，秋，秋天叶子黄了，秋天叶子黄了，秋天叶子黄了，秋天叶子落来了，秋天叶子掉下来了，秋天叶子落来了，秋，秋，秋，不要念秋。很多学上海的人，上海话的人读这个词都会把口型收成圆的，很累，总是读不好。记住，秋，秋。好，今天要学的最后一个词是扣留，扣留，扣留。你看，我用普通话念就是都是圆形的，扣留。用上海话了呢，扣留，扣留，扣留。啊，那我现在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因为上海话这个词语呢，它这个音的发音是扁口型，但是我们北方方言区来的人呢，很容易念成圆口型。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拉拉，扣留，不要扣。好，你这个时候嘴唇如果一动，你的口型就变了。你把口型拉着，扣留，扣留啊，这个音就可以发对了。这个欧韵是在这里的，就是单韵母，o，啊，那这个也有一个顺口溜，那这个顺口溜呢是上海话的一个儿歌，上海人一个儿歌，我们看看啊，落雨了，落雨，下雨，落雨了，表示好高兴啊，下雨啦。那么下雨了干什么呢？打烊了，打烊了，打烊了是什么呢？打烊了是商店关门的意思。打烊了，落雨了，打烊了，小巴拉子开会了。小巴拉子什么呢？小巴拉子有两个含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小孩子们，小巴拉子小孩子，
还有一个小巴拉子呢，是说我在单位里无权无势，只是一个跑跑腿做事情的人。阿拉小巴拉子呀，阿拉是小巴拉子呀。开会，小巴拉子开会了。好，那么连起来看，落雨了，打烊了，小巴拉子开会了。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儿歌好玩，比较生动，小孩朗朗上口念的，那正好可以训练这个啊。那么这样呢，我们今天就把学的这个音学了走，总共是4个单韵母，在上海话里面是非常特殊的。无方言的朋友学起来不难的，但是北方方言区的学起来就会稍有难度。大家有空的时候把这个4个顺口溜每天早晚念个2、3遍，把语感练成了，那么以后学习上海话就会比较方便了。好，今天的课上到这儿。